當年拍網中人嘅時候，都姐同發哥之間有過故事。原定周潤發同繆騫人有情人終成眷屬，點知繆小姐嫌劇情影射自己嘅現實生活，拍到第8集就罷演。監製臨時臨急改劇本，安排繆騫人嘅角色被車撞死，硬改都姐同發哥做情侶。當時好多觀眾都認定周潤發同鄭裕玲呢一對 CP。究竟你有冇整過容嘅呢？嚴格嚟講唔算係整過容嘅，箍牙啊，或者係用啲果酸換下皮啊，咁樣都唔算係整容啩。但係我唔反對。咁緊，如果我60零歲啲皮真係抌晒嘅時候呢，即係我會 facelift 咯。都姐曾經講過 ，Faith 周潤發不嫁。不過發哥當時心係陳玉蓮，發哥亦都係曾經講過。都姐係我見過嘅女人之中最聰明一個，但係如果要揀女朋友或者係老婆，我一定唔會揀佢。既然發哥都咁樣講，都姐唯有將感情收埋心底。正當事業如日中天，都姐同金國亮10年情玩完，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嘅係，分手之後嘅金山公開自己嘅秘密。原來都姐呢10年嚟同自己嘅關係就好似閨蜜。不過都姐好灑脫，二話不說放下感情事，繼續搏殺事業。1992年，都姐邂逅細7歲嘅女方，都姐唔理長短腳之戀照舊愛。點知女方事業浮沉，長期住喺都姐嘅豪宅，俾人嘲笑軟飯王。2000年，都姐拍男親女愛期間，同黃子華傳出緋聞。2008年，都姐同女方和平分手。女方被揭偷食兼炒窿股要都姐填數，最傷心嘅係女方分手之後講同嘟嘟一齊16年，好似坐監咁樣。如今68歲嘅都姐處於半退休狀態，雖然冇仔冇女，但係投資有道，坐擁過億身家。都姐金句講：男人睡唔過，錢銀最實際。雖然有大把貨喺手，但係都姐面容似乎發生咗好大嘅改變，塊面時張時凹，被網民笑稱膠面人。都姐由屋村妹到電視圈大家姐，情路坎坷，卻活成獨立女性嘅典範。雖然把口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但係專業態度係冇得彈㗎。就好似都姐話齋，錢唔會背叛你，或者呢一份清醒，先令佢喺呢一個混濁嘅娛樂圈屹立不倒半個世紀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吹水台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出更多影片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